台北市有清洁队员伫近的时阵呢，甲民众无爱电锅，摕去送互扣字组的负责人，落被说互依照贪污罪来起诉。最高检法函或者检察机关讲，着爱兼顾着这法理情，侦办的时阵着爱有同理心。面对这款小金额的贪污，符合相关的法规要件，警察当中会当免起诉，这审判庭书也会当声称免判免刑。是有跟法官承认这个过程吗？对。那后来也有把电锅拿回来。出庭的清洁队员伫台北市环保局在做工课，因为私下甲民众等到的电锅摕去互做回收的负责人，虽然讲残值干那32块，共款红照贪污罪起诉，引发社会的讨论。今麦最高检也发声。最高检发公文提醒各检察机关，依法在侦办的时阵，嘛要有同理心，做出合法、公正，而且有温度的判断和决定。尤其是面对金额真细条的贪污，若是符合相关法规要件，侦查中会当卖起诉。若是已经入去审判的定数，嘛会当申请判免刑。若是无符合条件，但是犯罪的情节真轻，有自备自首，还是摕到的财物5万块以下等等，嘛会当见车减刑含假罪。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确实有它实质上的困难度，然后我想检察官他也都会知道相关的法规。以最高检察署的立场，我们帮检察官整理一些办案的参考的依据。其实我们重在提醒，涉及贪污，若是要卖互起诉，还是互判免刑，必须符合犯罪了后自首，主动把全部摕到的财物交转去。而且因为安尼查到其他的正犯，若是共犯，三个条件是拢爱有。但法学教授讲，实务上有难度，建议重检视贪污治罪条例，爱修法。自首了以后，而且还咬出了其他正犯或共犯，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这种情况啊。这个不是检察官呢怎样不为，而是他不能。法界话话讲爱修法，法务部进前回应讲，相关修正草案伫侦报行政院了后，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已经伫今年8月完成审查，即马就单送入去立法院。对细条金额的贪污嘛，建议修订检察官的反起诉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